呢段影片示範點樣喺睿捷雲上配置總部分支 VPN。總部分支 VPN 通常用於總部網絡同分支網絡之間嘅數據傳輸。呢種設置通常應用於連鎖超市、政府機構同銀行等場景。為咗確保互聯網上嘅數據傳輸安全，可以喺總部網絡同分支網絡之間建立 VPN 隧道。以下圖示展示咗總部分支 VPN 嘅典型拓撲結構。總部同分支分別通過網關1同2連接到互聯網，並分別通過出口1同2建立 VPN 連接。一旦總部同分支網絡成功使用預共享密鑰進行身份驗證，佢哋就可以通過 VPN 安全地互相通訊。去睿捷雲官網，輸入用戶名同密碼，然後登入。喺主頁上，點擊總部網關嘅目標項目，然後選擇配置、設備配置、網關、VPN。系統支持手動同自動 VPN 策略配置。當總部網關同分支網關由同一雲帳戶管理時，建議選擇自動配置以簡化配置過程。點擊 VPN 選項，點擊添加策略以進入添加 VPN 策略頁面。喺顯示嘅頁面上打開啟用。喺名稱段輸入 VPN 策略嘅名稱，或者你可以使用根據所選場景同 VPN 模式自動生成嘅默認名稱。設置用途為總部分支 VPN， 為網關選擇一個角色。例如，如果選擇做服務器，當前網關將被指定為總部網關。將配置方式設置為自動配置。當角色設置為服務器時，服務器字段會自動填入總部網關嘅項目。配置總部出口作為總部網關上嘅出口端口以建立 VPN 連接。將總部網段設置為分支可訪問嘅子網。選擇總部嘅項目分支網關，點擊添加。點擊 VPN 選項，點擊添加策略以進入添加 VPN 策略頁面。喺顯示嘅頁面上打開啟用。喺名稱段輸入 VPN 策略嘅名稱，或者你可以使用根據選定場景同 VPN 模式自動生成嘅默認名稱。用途設置為總部分支 VPN。選擇網關嘅角色，例如，如果選擇咗服務器，當前網關將被指定為總部網關。將配置方式設置為手動配置。喺聯網方式中，選擇 IPv4 或 IPv6 以便兩端通訊。確保兩端嘅 IP 地址格式相同。指定網絡今約交換版本，可以係 IKEv1 或 IKEv2。喺總部出口中輸入總部網關嘅端口。分支網關將通過此 IP 地址同總部網關通訊。必須為出口端口配置公共 IP 地址以啟用 VPN 訪問。如果出口端口配置咗動態 IP 地址，建議使用 DDNS 來進行 VPN 連接。將子網範圍設置為分支可訪問嘅子網。喺兩端設置預共享密鑰進行身份驗證。展開高級配置以設置高級參數，或者你可以使用默認設置。點擊添加。如果選擇手動配置，配置完總部網關後，你需要登錄分支網關完成配置。分支網關嘅配置參數如下：將總部 IP 或域名設置為總部網關嘅 IP 地址或域名。預共享密鑰必須同總部網關配置嘅一致。登錄分支嘅電腦並運行拼命令。
如果電腦能接收到數據，則總部同分支之間嘅 VPN 已成功建立。若需進一步了解，請喺影片下留言或發郵件俾我哋。下次再見。